来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台中市政府虽然已经针对发生非洲猪这误车的低调大消毒，也毋过嘛，搁伫2个所在验出有病毒。农业部昨暗搁透过国军的化学兵来协助全面大消毒。有民意代表嘛指出，讲台中文山的掩埋场要伫喷顶头来砍土，也毋过再来土内底所有土刷无合规定。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会赶紧改善。 国军官兵穿连身的防护衣，3日暗时集合，伫发生非洲猪这案场准备进行消毒。无爱治哦，口罩爱治哦，口罩咧好先行。 支援消毒的成百30个官兵，后来佫增加到80个，全部拢照标准作业流程。台中误车发生非洲猪这案例场，先是市政府清洁消毒了后，佫伫2个所在验出病毒的阳性反应。后来市政府用火枪强化消毒，啊，佫中央前进应变所29佫采验，也是伫个案场下壁甲饮水区2个所在验出病毒阳性反应。市政府讲案例场的卫生条件无好，垃圾超过预测。 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是地板的一部分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常年这个污水沉积物含这个可能猪只粪便的，这个污泥底泥已经结合成地板的一部分了。但现在我们要让它不再是地板必须要进行刮除的作业。 市政府讲，为了确保后续消毒会当达到最佳效果，必须爱先全面清洁了后再来消毒。3月31早起，包括东部处22人，也甲80个官兵，也搁伫现场作业。另外，有民意代表是讲，市政府甲喷的安排场为12位减到剩3个所在，目前当咧进行砍土的作业。不过再运过来的土无下规定，市政府嘛提出说明。建设局的提出来的土方，他们的力径的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环保局认为不适合，所以也就没有让这些土方进到我们的掩埋场来。所以我们掩埋场的覆土绝对没有用力径比较大的一个土方来去做掩埋。 市政府讲，目前安排场下骹拢有未涉水的布，好亲像是喷水溢出来部分，是因为进前落雨累积的雨水，好人造成环境污染。另外，佫提出3大支持措施，包括喷坑入去免处理费、司机补助，也佫有肉点的营业补助，表达一挺产业。前进应变所是指出，目前疫调也无其他无正常的情形，希望甲病毒锁定伫这个案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